潛水鐘與蝴蝶係一本由法國人尚多明尼克鮑比佢寫嘅一本書。作者喺1952年出生，喺巴黎讀書，做過幾年記者。喺91年嘅時候，佢出任殿堂級雜誌 L 嘅總編輯。鮑比佢性格好開朗㗎，又健談，又中意旅行，又識咧講究生活啦，同埋咧飲食。自從同妻子離婚之後，作者佢一直咧都唔會冇女朋友。佢事業如日方中，擁有好多人都想得到嘅地位同埋金錢。忙住享受人生嘅榮耀嘅時候，但係呢樣嘢，哇！原來可以一瞬間冇晒嘅。喺1995年12月8號，作者鮑比佢突然間中風昏迷咗。3個星期之後，佢醒返啦，但係身體就好似寄居蟹咁樣，又或者就好似咧潛水鐘入邊嘅生命，因為佢全身癱瘓唔喐得啦，淨係得返隻左眼可以喐動，同埋咧一隻左嘅耳仔先至可以聽到聲音。半年之後，即係1996年年中度咧，佢喺其他人嘅幫助之下，佢揾到一個方法可以將自己嘅心路歷程寫低出嚟，就係咧用眼睛眨眼去表示用邊一隻字母寫低落嚟。咁佢呢本書咧就係咁，呢本書係點樣寫成嘅咧？就喺出版社嘅助手幫助之下，助手佢就舉住個牌啦，就係由呢啲法國嘅字母、法文嘅字母咧，就依據由最常用至到咧比較少用嘅字母。如果咧助手咧指中嗰個字咧，作者就會眨一下眼，表示係嗰隻字。咁呢本書咧就係真係由一隻一隻字母，一句一句拼就而成。呢本書可以講笑咁講，唔係寫出嚟嘅，係用隻眼咧去眨出嚟嘅。潛水鐘與蝴蝶呢本書喺1997年3月7日出版。出版兩日之後，即係3月9號，作者鮑比就與世長辭。頭先就係呢本書嘅簡介啦，咁亦都要講下我自己啦。我作為一個讀呢本書嘅人，我就唔係一個咧專業嘅播音員，亦都未做過咩電台嘅 DJ 啊，亦都之前就未試過讀過任何一本書嘅。所以喺專業程度上面啦，我本身都有啲懶音啦，咁同埋可能咬字唔夠清楚呢樣嘢，我盡量咧留意翻多啲。但係如果有陣時係有啲甩漏嘅話，咁請大家咧多多包容，因為始終我唔係一個咧專業用聲音去工作嘅人。讀呢本書嘅本意就係希望多一個途徑係啦，因為有好多嘅腦退化嘅人咧，佢哋未必咧就係比較中意用閱讀去吸收。有啲人佢哋中意咧，可能用一個聽嘅方式咧去吸收其他人嘅鼓勵嘅故事。咁所以我就做咗呢個角色啦，希望咧用自己嘅聲音啦，去將呢本書嘅精髓同埋咧加翻一啲嘅感想落去讀書嘅過程之中，咁令到成個即係聽嘅人咧，佢嘅吸收咧會更加完整啦，同埋更加咧立體。第一章自醉。喺殘舊麻布窗簾嘅後邊，反映住奶白色嘅陽光。我見到就知道而家已經天光啦。我嘅腳踭好痛，個頭咧好似1000斤咁重，而且好似有着潛水鐘之類嘅嘢，好似箍住我成身咁樣。我感覺咧就好似着住一件潛水衫咁樣。
我嘅房間本來昏昏暗暗，而家都有啲光明，令到我可以好仔細端詳我愛嘅人嘅相片啦，細路仔嘅塗鴉海報，同埋咧一個用鐵線咧製造嘅單車選手。呢個係一個朋友喺巴黎單車比賽嘅時候前一日寄過來嘅紀念品。我亦都咧可以好仔細端詳圍住我呢張床嘅護欄。呢張床係我呢6個月以嚟，好似喺岩石上面嘅寄居蟹一樣賴死唔走嘅地方。唔使諗好耐，頭先咁嘅形容你就知道我而家喺邊度啦。我記得咧，我嘅人生係舊年12月8號嗰個星期五，哇，起咗一個天翻地覆嘅大反轉。喺嗰日之前，我從來都冇聽過咩叫做腦幹。嗰一日，我突然間心血管發生咗有啲意外，所謂嘅腦幹，佢喪失咗傳導嘅功能。我先至了解到，原來腦幹係我哋個頭腦運作嘅重要樞紐，亦都係咧連結大腦啦同埋神經末梢必不可少嘅路徑。以前我呢個叫做腦出血嘅病一旦發作，唔使講嘅啦，死路一條。但係而家醫學科技嘅進步，令到咧病人所受嘅痛苦或者刑罰更加精妙。我雖然唔使死，但係陷入你而家呢一個處境入邊，從頭到腳全身都癱瘓，意識就好清醒地封閉喺自己嘅內在世界入邊，冇辦法同人溝通，只能夠靠眨一隻眼同外界去對話，身體喐唔到，精神就好想做好多樣嘢。呢種病啱啱被頭先嗰個英國醫生命名為閉鎖症候群 （Locked-in Syndrome）。以我來說，喺身體機能完全受損之前，我應該係昏迷咗大概20日到啦，有連續呢幾個禮拜意識模模糊糊，一直到1月底，我先至咧喺呢一間醫院貝爾克海軍醫院119號病床甦醒翻嚟，亦都係咧而家朝頭早第一縷陽光照入嚟嘅呢間病房。今日咧係一個好普通嘅朝頭早，7點幾鐘，小教堂嘅鐘聲開始當當當當喺度響啦，15分鐘響一次，一響嘅時候就標明咗時間嘅流逝，又過咗15分鐘啦。我休息咗一晚之後，我左膝嘅支氣管又發出一啲聲音。我嘅雙手攣埋喺黃色被單嘅上面，好痛啊！痛到我根本分唔清楚我隻手啊，而家係熱嘅痛啊，定係冰涼嘅痛？為咗克服關節硬化嘅毛病，我本能地將我嘅身體四肢想伸展喐動一下，我好大力令到手臂同埋大腿去喐幾厘米。呢啲通常嚟講都可以幫我減輕少少啦一啲身體上嘅痛楚。毛蟲佢會化成蝴蝶之前，通常佢都會吐絲將自己包起嚟，變成一個好似橢圓形狀嘅保護殼。我哋通常稱之為蟲繭，抽絲剝繭嘅繭。我而家嘅心情就好似喺一個好似困住咗喺一個蟲繭入邊。有陣時我覺得冇咁唞唔到氣嘅時候，我個心就好似隻蝴蝶咁樣四圍飄四圍飛，有好多嘢我都可以做啊！喺呢個空間呢個時間入邊，我嘅心可以飛到去好遠好遠，去到南美洲最南邊嘅火地島去，或者可以去到神話入邊米達斯國王嘅皇宮。
我嘅心仲可以咧飛去探我最中意嘅女人，靜靜地行到佢身邊，摸住佢瞓緊覺嘅面珠燈。我仲可以咧喺西班牙建造城堡，掠奪金羊毛，勘察亞特蘭提斯，實現我當年童年嘅夢想，完成我成年嘅雄心壯志。講到呢度，我哋暫停一下，我描述個心點樣咧四圍飛嘅幻想，因為我而家咧必須準備一下去構思我嚟緊喺呢張床上邊嘅旅遊札記開頭要點樣寫，出版社佢會派人嚟幫我將逐個字母記低落嚟。之前咧我就要準備好要寫啲乜嘢嘅內容。喺我腦入邊每一個句子，我要先攪拌過10次，刪除一個字或者加一個形容詞，我要將呢一啲嘅動作咧，全部都要記住，仲要記住咧我做嘅句子啦，我做嘅段落咧，全部必須咧先做一啲先前嘅準備。不經不覺，而家7點半啦，值班嘅護士小姐打斷咗我嘅思路。一天嘅例行公事而家正式開始啦。佢拉開窗簾，然後咧檢查一下我嘅支氣管、導管同埋吊鹽水嘅裝置。跟住佢打開電視俾我睇新聞。而家電視機咧就播緊一啲卡通影片，故事咧係講一隻西方跳得最快嘅癩蛤蟆。如果俾我許願，我希望自己變成癩蛤蟆啊，唔知會點樣嘅呢？以下並唔係書嘅內容，而係我對自序呢一篇文字嘅少少總結。呢一篇文字就描述身體同埋精神嘅強烈對比。第一點，作者描述咗身體嘅禁錮。佢好詳細描述咗咧全身癱瘓嘅痛苦，包括滑腳踭、劇痛啦，個頭好沉重，兩隻手咧痛到縮埋一嚿，好似成個人就俾一個潛水衫罩住咁樣，連最基本嘅想喐下手腳，哇都非常之困難，淨係可以靠眨下隻眼同外界溝通。呢種喺身體上處於封鎖狀態，係一個非常之辛苦痛苦嘅束縛。第二點，作者咧佢寫到自己嘅一啲精神嘅自由，雖然咧個身體咧好似困住咗喺張病床上邊啦，直情好似講到好似岩石上面嘅寄居蟹，想喐都喐唔到，但係喺意識上邊咧，佢就好似隻蝴蝶咁樣，可以周圍飛嚟飛去。個心咧想去咩火地島啊、皇宮啊，去探親人啊、愛嘅人啊，去實現翻細個想去嘅地方。精神世界同埋佢身體，哇！即係好似一個好強烈嘅反差。身體受限，但係個心咧可以飛到周圍都可以去。最後我感受到嘅就係作者鮑比佢對病症同埋命運嘅無奈同埋接受。